一世人必去秋田縣祭典，生乜鬼柴燈祭。三魔鬼柴燈祭係東北嘅5大雪祭之一，於1964年喺真山神社首次舉行，之後每年2月嘅第2個星期五、星期六同星期日連續舉行3日，悠久百多年歷史嘅神道教儀式，結合自古流傳嘅傳統習俗藍綠三魔鬼，目前已成為國家重要無形民族文化財產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無形文化遺產。眼前嘅第一個儀式係鎮撫祭湯之舞，呢個係古老嘅傳統灑水祭典，平息海浪鎮壓風暴。第二個儀式就係山鬼入魂，年輕人會接過神靈嘅面具並戴上，化為山鬼返到山裏面。第三個儀式係山鬼祭紀活動再現，藍綠山鬼就會去到每家每戶巡邏分屍。第四個儀式就係山鬼舞。第5個儀式就係山鬼太鼓，演奏家庭安全、五穀豐登等等嘅願望。第6個嘅儀式就係山鬼下山，手持火把嘅山鬼出現喺漆黑裏面。最後就係鄉村嘅山鬼闖入，然後你就可以瘋狂地同佢哋打卡影相。